跟心灵大概有哪些的一个意涵。最后的第3个部分我们针对健康的部分我们来了解，那针对我们的身体啦，跟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灵大概有哪些方法我们可以来让自己变得健康最后第4点就做了结论。那从起点开始或许想要表述的是说，现在这个快速变动的世界里面我们的所有的事物的节奏其实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快速，就好像我们一直被最新的科技跟生活的压力推着走，我们一直持续的处在一种持续性焦虑下面在过生活，尤其是在都市里面总是就觉得好像被逼着一直要去追求或者去学习最新的资讯跟科技，要不然就觉得跟不上别人，会跟社会有一种脱节感。或许回顾短短这几10年来我有深深的感触比如说我们联络通讯的方式从以前后学小时候就是室内电话，然后还有那种去投币式的电话，公共电话，然后一直到后学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拿 BB Call， 到大学的时候拿按键式手机，到现在人手一机的智慧型手机。那我们的网络从以前电脑的有线网络到现在的无线网络，无线网络也都已经没有什么了，连充电也都是无线充电了对不对？那小时候我们都曾经还有过手写的邮寄信件，我会交笔友然后呢一直到 email 电子邮件，一直到现在 Messenger 跟 Line 的出现我们随时都可以传讯息，随时都可以传，甚至是跨国界的传这些邮件跟讯息。那车子呢，现在车子已经很厉害了，厉害到有些车子甚至也不需要开了，自动驾驶。这个在以往真的是李麦克那时候后学小时候李麦克那时候霹雳游侠的那个电影里面才看得到，现在其实都已经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再来呢，连我们花钱的方式以前也都是要现金，以前1000块拿出去花一花还会剩回来，现在其实也都不用带钱，从现金到信用卡到网络银行到现在手机的多元支付这一切都让我们的现金，让我们的金钱可以轻易的就从我们口袋里面流走。各位可以看到世界变动的如此之快，那未来呢也是模糊不清。在这样的资讯洪流之下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感受到满满的资讯焦虑比如说我们在路上常常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行人，不要说行人连骑摩托车开车的人都一样，红绿灯一停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举起手机，然后再看最新的讯息，最新的串流影片。为什么？因为生怕无聊。为什么？因为生怕错过什么共通的话题。我们是不是有注意到，科技它已经无缝接轨，填满我们每一个空暇时间了？在这样的巨大资讯的洪流之下，我们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稳定自己内心心灵的基础，然后只能茫茫然的跟着随波逐流，然后去看现在是在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什么；看现在新闻在报什么，我们这整个关注点就在这个新闻所追逐的这些重点上面。那这边或许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的话，他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他的申辩篇里面。那我们可曾审视过目前的生活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吗？如果没有，如果不是，我们曾经有想过要改变一些什么吗？还是我们有想过我们应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所以苏格拉底要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他也告诉我们人们要认识自己。从这个点，我们有没有去真正的认识过自己？在资讯焦虑的不安当中，我们好像都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先回归原点，来认识我们自己这件事情，认识自己，在古希腊时代，当时的人都觉得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认识你自己。这句话还被刻在希腊的德尔菲神庙的大门上面那在当时被希腊的哲学家视为是人类最重要的生活指引。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2000多年前的那时候的古希腊时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识自己。可是我们现在好像很少回来看看我们自己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外表或许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我们的内在呢？那个内在的自己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好像也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它。那所以后学第二点第二大点，我们就后学想要先从认识自己的身心灵开始。我们把自己分成3个部分，外在的自己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外在的身体是肉眼可见的身体我们都是透过身体在接触这个世界，在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原理。身体是我们意识到生命存在的开始，也是我们感受到自我存在的物质基础。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就是呼吸加心跳加脑波这就有了生命，也就是活着的身体。如果这3样都没有了，那就是也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就是也没有了这个身体，我们身体也就死了。但是难道苏格拉底要我们认识的自己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吗？当然不是那如果我们透过身体上的各种感官来认识自己，是不是也足够？是否足够完整呢？显然也不是也不够完整，因为我们还会想东想西我们会思考，我们会有喜怒哀乐的情绪，我们会有看不见的自我意识。但这些东西，这些内在的自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会不会又回归到自己的身体？然后发现最后只是自己的脑袋在欺骗自己而已。关于这个问题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他曾经就思考过了。在17世纪它是一个科学革命的时代，就跟我们现在在 AI 革命、AI 科技革命的现状其实很像。那时候有很多新的技术出来，就像是欧洲那时候就改进了很多种航海用的望远镜镜片。各位可以知道，当我们用望远镜看的时候可以看得更远更远的地方。所以光是这一点，我们反过来想，这就代表我们人类的视觉感官，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力有限的透镜，它没有办法看得那么远。所以光认识到这一点，就足以我们怀疑，我们怎么知道人类的感官就是可靠的呢？这出自于笛卡尔的怀疑论那又比如说我们把吸管放到水里面，我们的眼睛会看到什么？我们的眼睛会看到吸管它弯曲了，但是一拿出水面，就会发现吸管根本就没有变。从现在来看，它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东西，这只是我们视觉上的错觉而已。但是这个视觉上的错觉就让笛卡尔开始去区分现实跟表象的不同。在我们感官在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呢是表象，然后呢，这个表象我们却一直以为这个表象，我们看到这个表象就是真实的世界。然后笛卡尔就把这种怀疑因为他觉得说人类的感官常常会骗人，然后他就把这个他的怀疑把他怀疑的精神推到极端。他觉得说，他开始怀疑说，会不会其实整个人生就是一场梦而已，只是人类的脑子在欺骗自己，以为自己不是在做梦。这个非常著名的推理，后来就启发了一部电影，叫做《骇客任务》如果早期应该有在看电影，都大概都有看过这部非常非常有名的电影《骇客任务》。这部电影里面它有一个主角叫做 Neo，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生活在现实的生活里，直到有一天他意外的吞了一颗会让自己醒过来的红色药丸。他吞下去之后，醒来之后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活在梦里面，而他过去过的人生其实就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幻象。他真正的身体一直躺在一个棺材大小的培养皿里面，然后被机器人母体灌输各种资讯到他的大脑里面，让他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世界。其实他的人生根本就是在做梦而已。这就是这部电影《骇客任务》的剧情。这也就是笛卡尔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确定我们的大脑没有被骗呢？我们透过感官去感受现实的世界，是不是也就像电影一样，只是一场梦而已呢？笛卡尔最后认为说，就算我们真的活在像骇客任务那样的世界里面，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可以确定的是一件事情，就是说，
当我企图相信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企图怀疑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什么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呢？就是那一个正在怀疑的我，就是那一个正在思考的我，就有一个自我意识在那边进行思考，或是进行怀疑，才有可能感觉到受骗啊。因为被骗的主体如果不存在，那媒体那个母体就根本就无从欺骗起啊。所以换句话说，我感觉到热的时候，其实热本身并不存在，它只是能量的移转而已。但我感觉到热却是无法怀疑的。我在感觉，我在思考，我在幻想，我在生气。不管我的感觉、思考、幻想或生气的对象是不是真实的，那一个正在感觉、思考、幻想跟生气的我，我们都无法怀疑，因为怀疑这个动作的本身啊，就会再度证明正在怀疑的那个主体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着。这也就是笛卡尔为什么最后会说"我思故我在"。哦，那这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大家都会讲。可是它的由来就是这么来。那或者这边就想请问哦，这个"我思故我在"总共有几个我？从字面上看来是两个，对不对？我思跟我在。那再请问这两个我是同一个吗？这个部分哦，可以等我们讨论完心跟灵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思考。所以由笛卡尔的推论，我们就可以知道，身体跟感官它并不是完全的自己，它也不是自己最根本的内涵。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必然还有一个我在进行思考，在进行感觉。那一个正在进行思考跟感觉的我，就是我们的心。所以后学第二段就是要讲到内在的自己。那心呢，我们讲到心呢，其实通常都会有三个层次啊。我们一般感受到的心，第一种层次的认知是第一种层次的认为就是我们的认知跟理解。好，这边后学其实有打出来。比如说啊，我们会去观察，我们去分析，我们去归纳，我们去分辨哦。就比如说，我们会跟小孩子说，你要用心学习啊，要用心读书，你要用心理解，哦，这就是求知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心可以用在求知。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跟朋友说，哦，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哦，我们用什么去理解？我们会用我们的心去理解。就比如说我们的歌，很多的歌啊，台语歌啊，写说是心书虾郎哉，这个心书是谁？什么？也是我们的心啊。还有一首国语歌很有名，老歌叫《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哦，那是哪一个心？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心啊，或许把它定义叫做，是我们，比较能够感受到，而且比较能够感知到的这一个心。但我们在讲心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层次叫情绪啊。哦，比如说我开心啊，比如说伤心啊，哦，喜怒哀乐啊，这些情绪的波动，我们也会把它称之为那是我的心。啊，用歌来表示呢，比如说雄心九点嘛，哦，那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啊，或者是天天开心啊，啊，这个心我们就把它这是我们情绪的一个展现，这个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呢，后学把它称之为意念，哦，这也是在讲我们的心哦。比如说哦，意念是什么呢？后学这边把它定义叫做选择的能力啊。比如说，我明明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还是选择这样，那是谁在选择？是我们内在有一个心在做选择啊。又比如说，天气明明就很冷，像这种天气很冷，但是呢，爱睡唔惊流鼻水，我依然选择我穿起来觉得好看的衣服，而不是选择保暖的衣服。啊，那这是不是自己的意念在做选择？这个意念也是我们的心啊。那用歌呢？比如说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哦，这就很执着啊。我就容不下别人，我只能容下那一个人，那个他，那个你而已。所以这个也叫做心。比如说李宗盛的鬼迷心窍，我就对于某一个对象我就鬼迷心窍，我就是执着在那里。类似这样子，我们都把它称之为意念。那这三种呢，从认知、理解、认知与理解，还有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的意念这三种心态，我们这边就可以把它定义成我们这一部分所要谈的心。那
我们怎么定义它呢？我们就把它定义成是我们思考跟情绪与记忆的活动中心哦，他们就在这边做活动哦。那刚刚讲的这3种心态，在佛学里面怎么称呢？怎么说呢？佛学呢，它对于我们的心的定义跟分类，或许去找寻资料的时候发现，它解释的非常非常的仔细，也分类的非常的仔细啊、哦。就以我们这部分讨论的心的定义来说啊，思考、情绪跟记忆的活动，它都是归属于佛法中的世心。世心也称为妄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执念跟妄念，是佛法里面八识的运作。那这八识的运作啊，也就是我们情绪、烦恼、痛苦的来源。所以《清净经》里面有说到、哦，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唯有妄心。既有妄心，即精其神；既精其神，即着万物；既着万物，即生贪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便遭着入流浪生死，常成苦海，永失真道。哦，最后一句说永失真道，那是代表什么？世心它不是真道，而且烦恼妄想是世心运作之下的什么产物？哦，那这个是我们从佛学这边来了解说我们的这个世心的部分，也就是了解我们的认知理解，还有我们情绪跟意念的心哦。接下来后学想要从科学的角度跟各位谈那心是什么。有一本书啊，它叫做《意识从何而来》，它作者呢是安东尼欧·达马吉欧。这本书它长这样子哦，它这本书呢就在讲意念，我们人啊的意识。那在科学里面哦，它这边是讲意识，它把心呢用意识，我们的意识来避免去搞混了我们的心脏生理的心跟心理的心哦。这一本书啊是有关于意识的书，它的中文书名就叫做《意识究竟从何而来》。哦，那这个作者呢，他是一名脑神经脑神经科的科学家，也是心理学的教授。他从这一本书里面说出我们的意识啊，其实有2种，一种叫做自传体意识，另外一种叫做核心意识。那我们现在谈论到的世心呢，比较偏向自传体意识。自传体意识呢，它是由我们的脑皮质大脑的皮质控制的。它是什么样呢？它是我们从外界吸收进来的知识、技能、观念，甚至是我们的一些偏见等等，都会在这里做运作跟储存。当然，这也包括我们组织跟编撰的能力啊，这都是这一种自传体意识在做运作，所以它称之为自传体意识。它就是会让我们的大脑不停的想东想西，在大脑的各个模块里面跳来跳去，转个不停，然后不停的在说故事，不停的在播放广告跟影片给我们看。它是我们创意的来源，它也是我们烦恼的根源。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小结一下，其实就可以发现，佛学对心的理论跟科学对意识的探索，这2者有很高很高的契合。作者说，自传体意识的特质其实就跟佛学所说的意识的世心是一样的，是可以相对应的。那从以上我们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哦，如果以可见的身体为分界，身体以外的是世界，接下来身体以内的是我们的心，而心呢又可以分成2个，一个是真心，一个是世心。那什么是真心呢？真心就是我们的灵啊。那接下来后学要讲到认识我们自己的第3部分，也就是我们最深层的自己灵。那灵我们要怎么去理解我们的灵呢？很多时候啊，当我们谈到灵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不是跟宗教有关？听到灵就觉得说啊，它是一个很玄的东西，不太好理解。心我们还感受得到，我们还能够理解得到，可是灵呢，它到底是什么？总觉得灵就是指灵魂。那请问我们的灵是灵魂吗？灵性就是灵魂吗？哦，我这里提供一个
国内一个医学跟能量医学的一个医生啊，他叫杨绍明。杨绍明医师说，灵性它不是宗教，灵性也不是神秘的玄学，更不是灵魂，它是你有没有能力看懂你此刻的存在。他是这样去定义灵性。那另外有一个组织叫做 WHO 世界卫生组织，它对灵也有定义哦。它对灵的定义就是，当我们个体在寻求生命的意义跟目标，还有价值感与连结感的过程。哦，这个讲的比较，哎哎，讲的比较能够比较很难就可以直接理解。可是我们可以从它的定义里面看到几个重点哦。他说我们在寻求生命的意义、目标跟价值感。那第四个就是连接感。生命的意义跟目标啊，是指对一个人要怎么样活的认知，包含我们要有明确的人生方向感啊，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使命感啊，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啊。那连接感是什么呢？它的连接感WHO 所定义的连接感，就是指超越肉体跟情绪思考的一个内在的维度。是代表什么？它代表我们生命源头的连接，是代表我们内在的平静跟觉知的能力啊。所以在 WHO 的解释里面，灵性它也不是讲灵魂，它指的是我们生命源头的连接，是我们内在的平静感跟觉知的能力。好，接下来我们再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再从佛学的角度来看，佛陀他其实没有承认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这跟许多强调有灵魂不灭的宗教概念不太同。后学找到的资料，佛陀他不承认灵魂。那轮回到底是什么？佛陀认为的灵魂是业跟我们的事，是我们的业跟我们的事在相续流转，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灵魂。那自性呢，就是指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的觉性，是能够解脱的潜能，并非灵魂。修行就是回归到这个自性，去超越轮回。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佛法说我们的灵是什么？我们的灵就是指我们的真心，指我们的佛性。哦，它名词很多，佛性、灵性、觉性、自性，也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来面目。哦，因为佛陀说：其哉其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自然智即得现前。这边讲的一切自然智，就是指我们的觉性。我们在前段在讨论世心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妄想和执着是世心的产物。那佛陀又跟我们说，只要妄想执着，我们是因为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只要没有了这两个东西，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如来的智慧德相。那我们得到如来的智慧德相，它显现出来之后，那这个东西代表什么？翻译成白话文来讲，就是我们本来就能感知生命，而且本质具足的样貌，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各位浅显后学再跟你们分享一个中国字的奥妙。我们来想一下，我们来写一下思想这两个字。思想这两个字怎么写？思是指心上面画了很多的格子，有一个田字，有没有？这个田啊，各位可以算算看，心上面的田总共画了多少个格子？一格一格的分开来，它代表什么？它代表的就是分别。那所以思就代表我们的分别心。那想呢？想是什么？想就是心上面有相，执着的那一个相。所以我们说执着的心，就是想。那纯净的心是什么呢？纯净的心就是当我们把田跟相都拿掉了，它就单纯了。那田跟相代表着分别跟执着，也是代表了什么？当我们把分别跟执着都拿掉了，剩下来那个就叫做心，单纯的心。所以在佛教不同的层次的觉悟者当中啊，我们在讲阿罗汉，阿罗汉就是怎么样？有思没有想，所以阿罗汉是修到了不执着，但他还有分别，因为思就是分别嘛。当思跟想都没有了，那这个人就是菩萨了。所以佛陀在《金刚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就代表有分别心，那就还不是菩萨。
那我们在想哦，菩萨是什么意思？菩萨就是菩提萨陀的简称，菩提是觉悟，萨陀是众生。翻译白话文就是什么？是菩萨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那我们都是有情众生啊，所以可以推得觉悟是什么？觉就是觉察到自己的执着与分别，悟就是悟到那一个没有执着跟分别背后的真心。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延伸到《心经》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翻译成白话文呢，就是当内观自信自在的觉悟者，他深入实践可以到达彼岸的大智慧，而且不退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从行深般若就可以知道，真心是我们最深层的什么觉知能力。好，它就是我们心的本源。这个就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真心哦。那可以从儒家王阳明他其实也说啊，良知啊，他指的灵就是我们的良知，因为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人心中与生俱来的判断力跟天理，他不需要外求。这就跟我们佛法说菩提指向心密，何劳向外求玄是相通的哦。哦，是我们心的本来面目，我们人人都有的。接着我们再从刚刚的脑神经科学回到科学的角度去了解，那什么是真心意识究竟从何而来的这一本书呢？刚刚我们介绍过自传体意识，那在这个部分呢，作者又跟我们介绍了一个东西，叫做核心意识。核心意识它是什么？它是维持生命本能反应或生命讯息的一种传输哦。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只关注我们的身体此时此刻的感觉，它不会去管过去，它也不会去管未来，它不会去思考跟辨别认同的问题。比如说，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停止思考，我们停止了分辨跟解读事物哦。但是生命相关的一些器官仍然在维持运作啊，我们仍然可以呼吸，我们的心脏仍然正常在跳动，甚至我们还可以感觉到蚊子在叮我们。这是什么意识在作用？这就是核心意识的作用。核心意识让我们可以体验生命，核心意识让我们可以体验到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能够跟大自然的能量产生连结，也就是 WHO 所讲的连结感，并且感觉到稳定跟安全。所以由此而知啊，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核心意识，因为核心意识它不做思考，它不会执着跟分别，执着分别的是我们的自传体意识，而且核心意识它只关注于当下的生命与宇宙万物的连结，这跟佛法中的自信真心相通啊。最后后学这边啊，再简单小结一下，自传体意识就是让你能够思考并且感知世界，这是我们的第一层心，在佛法中我们把它称之为世心。那核心意识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连接生命、感受生命、理解生命，是佛法中的灵性，是对于生命中的，是我们生命中的觉知能力。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练习一下。刚刚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有几个我？或许有讲是两个，对不对？我思跟我在，那这两个我，哪一个是世心，哪一个是真心呢？或许这边的答案是我思是世心，那我在呢是真心因为我思会思考的是谁？是世心。我在只谈存在，不谈分别，不谈想象的是谁？是真心。当我思在运作的时候，其实真心一直都在就比如说，那另外比如说，当我们对着别人说：“哇，你好有爱心哦，你有一颗慈悲的心，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各位浅显，请问这是什么心？是我们的世心还是真心？又比如说，当我们遇到机会，我们就随时想对别人说法，会有一个想要度对方的心那请问这又是什么心？说我不度他，我就是觉得很难过啊这些都是世心因为六祖说什么？
不思善不思恶的这个时候，才是你的本来面目，才是你的真心。所以，当我有一个心想要一直去度对方，没有度我没有度到，我不甘愿哦，这个就是代表你的私心在作用，你也起了分别心，你起了执着心，你就开始烦恼痛苦。当我们说你有一颗慈悲的心，一颗善良的心，我们这样子说的时候，那就代表我们还执着一个慈悲相，我们还有一个善良的相。因为六祖说什么不思善不思恶才是真心嘛，对不对？那既然都是世心，既然这些都是世心，会让我们起烦恼，难道我们就不说法不度人了吗？哦，这样也不对哦，因为佛陀说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才对。好，那关于心跟灵，后学就先介绍到这里哦。后学接下来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那我们怎么去了解真心跟次心？比如说刚刚后学这样的一个比喻，那真心跟次心它在作用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感受得到？我们怎么能够觉知到什么时候是真心在作用，什么时候是次心在作用呢？我们后学这边呢，想先比喻啊，先讲一个小小的比喻哦。想先请问各位浅显，在大陆黄河上游的水啊，是清水还是浊水？我们都知道哦，黄河的水黄澄澄，非常的浊，对不对？可是当黄河最上游那边出来的水，它就是这么浑浊的吗？就是这么黄澄澄的吗？不对，黄澄澄黄河上游出来的水，它是清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到了下游它就变浊的了呢？因为黄河的清水经过了黄土高原，夹带了黄土跟泥沙，对不对？所以清水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浊水。那请问从上游流下来的清水，它跑去哪里了？还在浊水里面，对不对？所以《道德经》怎么跟我们说？《道德经》说：“清者浊之源。”啊，清水它本来就是浊水的本源。所以这意思是指在我们的心性里面代表是什么？真心就在妄心之中，真不离妄，妄不离真，真心加上分别加上执着，就等于妄心。好，那既然真不离妄，妄不离真，我们要怎么样去界定真跟妄，让我们可以返璞归真，处于真心的一个状态呢？哦，后学要介绍一个方法。后学这边要介绍一个人哦，梁乃从教授，他是清大的一个教授，他是物理系的一个教授。那他有教了我们怎么样去觉知我们的真心、我们的世心的方法。这个方法后学先把它定义叫做能知与被知。好，关于前面我们讲的真心啊，我们知道佛教里面有很多的名词，我们会叫它觉性，我们会叫它佛性，我们会称呼它自性，我们会说真心本性，有非常非常多许多不同的名词描述，其实都在讲相同的东西。那现在我们统一就把它称之为觉性。比如说佛是什么呢？佛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对不对？那就是觉性。那就是指什么呢？指我们的觉知能力。所以现在我们要把焦点集中在这个觉知的能力上。不管是心理学也好，宗教界也好，有各种不同各派的说法。但是你把它去无存精，到最后来看，它真正的内涵就是觉知能力啊。这个觉知能力，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能知能觉。这也是我们道场上常常会用的说法嘛，哈。既然有能知能觉，那就代表会有一个对照的东西，它就叫做被知被觉。所以也可以是说某个东西被我知道了，我就是能知能觉的那一方。被我知道的东西呢，它是什么？它就是被知被觉的那一方。这两者是同时并存的哦。比如说我在讲话，各位浅显你们听得见，对不对？那我在镜头前，如果我把镜头打开，你们也都看得见，对不对？所以当你们能听见、能看见的时候，你们就是能知能觉的那一方。
而相对于我呢，就是被你们知道的对象，也就是被知被觉的这一方，对不对？好，接下来为了简化起见哈，我们就把能知能觉称之为能知就好了。那被知被觉呢，后学这边就把它称之为被知就好了。好，为了去理解我们的觉知系统如何在我们的身上做运作，我们先把这个世界，我们先把这个宇宙定义成4个层次哈。后学这边有写，我们先把它定义成世界、身体、视心跟觉性。为什么这样定呢？我们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点哦。身体以外的呢叫做世界，接下来是我们的身体。身体以内的呢，就刚刚后学有介绍过，有2层哦，一个是视心，一个是更深层的觉性。这就是这就是我们先定义的这个四层的宇宙的这4层哦。那第4层呢，是我们不会想东想西，只与生命做连结的真心，也是我们的觉性。现在起，我们就是把它称之为觉性，也就是我们的觉知能力哈。那分着这4个层次，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能知与被知的界限在哪里。比如说，各位浅显，现在我们拿出一支笔，我们把一支笔握在手中，这支笔啊，其实就是这世界当中的一部分。而我呢，我的手呢，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当我的手拿起这支笔的时候，这支笔是怎样？是被拿，被谁拿？被我的手拿，所以我的手是能拿。所以在能知与被知的界限就在这支笔跟这只手的中间。在这个层次，我们是透过身体去感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身体在这个地方称之为能知，而世界呢是被知。能知与被知的界限就在身体与世界之间，不知道这样子各位浅显能不能理解？好，同样的，你们现在听到了我在讲话，你们的身体就是能知，我的声音是被知，而我对你们而言也是这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能知与被知的界限就在你们的身体跟这个世界之间，它没有变动哦。好，那现在后学想要请各位浅显在听后学讲话的同时，把眼睛闭起来。各位浅显眼睛闭起来了吗？接下来眼睛闭起来，深深的呼吸。我们去感觉空气有没有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我们再去感受一下，从头到脚有没有哪里酸哪里痛。好，各位浅显，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身体被感觉了？你的身体被谁感觉？不是你的眼睛，不是被你的身体感觉，而是你的身体被感觉了。听得懂这句话吗？不是你的身体感觉，而是你的身体被感觉了。被感觉了就是被知。请问能知在哪里？能知现在就在视心那里。这时候能知与被知的界限就在我们的身体跟视心中间。刚刚身体还在能知的那一方，现在变成被知了。只要我眼睛一闭，这么一做，这个能知与被知的界限就到哪里？就到了视心跟我们的身体之间了。这个事情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哦。好，最后后学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后学想要请问各位浅显，想一下，今天早上是几点起床？好，接下来今天早上的早餐吃了什么？还记得吗？好，接下来再想一下，就在刚刚我们今天晚餐要吃什么？还有你刚刚最喜欢吃的菜是哪一道菜？请问各位想好了吗？好，后学当做各位都想好了，各位浅显想好了。你刚刚在想什么？是不是被你知道了？你要想什么东西，是不是也被你控制了？比如说，我刚刚要想早餐，我就去想早餐；我刚刚想晚餐，我就去想晚餐；我去想我吃的是哪一道菜，我就去想我那道菜就会自动浮现出来。那代表什么？重点不是你吃的什么，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可以控制这个想法的，我们是可以去控制
这个世心去想东不想西，我们是可以去控制它想西不来想东，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哦。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世心是可以被知的，这个世心是可以被控制的。请问被谁知道了？请问被谁控制？被你的觉性给知道了，被你的觉性给控制了。所以当世心被知的时候，世心身体世界全部都是被知的一方，这时候只有觉性能知。那觉性有没有可能也变成被知的那一方呢？有可能，但是它只要变成被知的那一方，就会被我们归类为世心。所以觉性是什么？觉性它就是一个纯粹的能知，而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纯粹的被知。我们的身体跟世心比较特殊，他们在混合区哦。身体跟世心它有时候能知，有时候被知，而这个觉性，我们的觉知能力。它是最纯粹的觉知能力。这个最纯粹的觉知能力，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生命的源头。它跟纯粹的被知是极端的不同。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觉知能力，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性，就是不可被知。我们只要从这个不可被知这一个条件，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它有哪些性质咯。哦，所以这边先做一个小结，我们的觉性呢是不可被知的能知。它有什么特性呢？第一个，因为它不可被知，所以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觉性给怎么样捆绑起来，我们不可能把它抓出来关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可被知，它怎么被关？它怎么被绑？用现在的话来讲，这个觉性它是自由的，它是绝对自由的。如果用佛法佛教的话来讲，它是什么？它就是解脱自在呀、啊。哦，各位还记得祖师求法我们那个二祖慧可祖师向达摩求法的时候说什么？说弟子心中不安，请老师为我安心。哦，达摩祖师说什么？把你的心拿来，我帮你安。慧可禅师想了很久，说密心不可得，找也找不到。达摩祖师说：“我替你安好了。”然后呢，慧可他就开悟了。那接着呢，三祖他又去找二祖，然后说自己身上有病，请二祖为自己忏悔忏罪。然后呢，二祖说也用同样一招哦，来，你把罪拿过来，我帮你忏。然后呢，我们的那个真忏禅师就是我们的三祖说，我找过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啊。二祖就突然说，我已经帮你把业障给忏除掉了。哦，那最后呢，道信求法的时候说，求大师告诉我解脱的法门。然后真忏大师反而问他说：“那请问是谁绑住你？”哦，那四祖说什么？四祖说：“没有人绑住我啊。”那三祖就说：“对，没有人绑住你，你就解脱了。”哦，你看哦，原来我们的初祖、二祖、三祖大家都用同一招啊，对不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不可被知，这代表他解脱自在，他没有办法被绑。它有绝对的自由，就是因为它这个特性不可被知啊。所以佛曰不可说是什么不可说？因为它不可被知，所以你无法可说。不是我不愿意说，不是我不能不能说，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描述它，没有办法把它说出，因为它不可被知的一个特性。那从这个特性，我们又可以导出一个东西：你有觉性，我有觉性，神有觉性，我们说佛有觉性。佛法说众生平等是哪个地方平等？就是这个地方平等，因为这个觉性不可被知，那它能够被分辨吗？它无法被分辨。所以啊，你的觉性、我的觉性、他的觉性都没有办法被分辨出来，所以它在佛法上也叫做无分别。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又有无分别的这个特性哦。那从无分别，我们可以再往下推哦。无分别再往下推，可以得到什么？得到的是平等。为什么呢？因为佛法说众生平等，大家的觉性跟佛的觉性没有高低之别哦。
所以众生平等，我们的觉性是平等无法分别的，所以这个平等啊，也是我们的觉性的特质哦。我们如果再从无分别，又可以得到另外一个特质，叫什么？叫同体。同体大悲的同体，因为没有办法分别，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它是平等的，也就是有同体的性质。也就是说，你的觉性，我的觉性，他的觉性都是同体的。同体的含义是什么？比如说，我的头跟我的脚是同体的，我们的脚不会怪我们的头说你怎么老是高高在上，把我压在下面，哦，这就是同体。哪一天你的脚会去抱怨你的头，说你老是高高在上压着我的头的时候，就代表你的脚跟头是不同体，对不对？还有左手也不会去抱怨右手，右手也不会去抱怨左手，所以同体的时候一定会再产生另外一个特质，叫什么？叫博爱。因为同体，所以当然博爱。爱他人就等于爱自己，这跟基督教讲的其实是一样哦。博爱就是在这里，所以导论到这里哈、哦，自由、平等、博爱就从不可被知的能知这边导论出来了。用佛教的话来讲，自由就是解脱自在，而平等就是平等无分别。那博爱呢，就是慈悲喜舍。当然还有一个特质，如果觉性它不可被知的话，当然也不可能被毁掉啊。我们要打它也打不到啊，我们要控制它也控制不到啊。所以觉性还有个特质叫不朽。所以在佛法中讲什么？不生不灭。不朽就代表不会死啊，你要它死，它也死不了，它没有办法死。所以心经才会讲它不生不灭，哦，这也是它的一个性质哦。哦，所以我们从这些特质里面导出来，就可以印证到六祖禅师跟我们讲的那是什么？何其自性本无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还有呢，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为什么能生万法？它最后还有一个特性可以被导出来，就是能知它掌有主动权。为什么它掌有主动权？我们都知道，我们目前都是用能知跟被知的关系来了解这个界限。比如说，这支笔是被拿，我的手是能拿，那这两者之间的主动权在哪里？掌握在手这里，对不对？那这么一问，大家就知道，在手这里的这一个比喻，你就知道能知跟被知的关系里面是谁掌有主动权，一定是能知掌有主动权，被知它没有主动权。这也就是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哦，因为生命就是觉性，生命就是觉知的能力，所以它一定掌握主动权。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没有主动权。最后，我们小结一下，我们从觉性能知但不可被知的这个特性里面导出来的性质，有自由、平等、博爱、不朽，还有主动权这些性质。我们再重复一次哦，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性质里面去对应到六祖禅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是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所以以上啊，或许就是从科学、佛学以及哲学的各个方面来了解我们人类的身心灵的特质。希望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古今的学者跟圣人们，来更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哦，那身心灵我们认识自己的部分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如何让身心灵可以健康的讨论哦。因为苏格拉底告诉我们什么？活着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好好活着才是。那要怎么好好活着呢？首先一定要先健康，对不对？好，那在健康的部分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啊，它其实就是管理世界人们的健康，希望人们的健康呢世界的所有的世界公民们都可以非常的健康，所以它最健康呢，它有定义出5个面向的层次然后它对于健康的定义是说身体的、心灵的，还有社会的完整的健康状态，它不是没有疾病跟虚弱而已哦。在这个定义里面，它又列出了5大面向。然后5大呢，第一大就是第一个就是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交健康、道德健康以及灵性健康。当我们再仔细把它分类一下，就从我们刚刚的一个分类，人类的身心灵生理健康就是指我们身体的部分，
那心理、社交跟道德呢，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部分哦。那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它也是把它讲定义在它是在它的情绪、心情跟我们应付生活压力的一个能力啊。那你灵性健康呢？刚刚也在稍早之前，我或许也有介绍过，WHO 的定义是寻找生命意义的目标、跟价值感，还有连接感的一个过程。那生理健康我们要怎么样去健康？其实这个部分呢，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的资讯，后学就简单带过，在身体的部分，后学找出这几大面向哦。那详细的细节啊，我们各位浅显可以在网络上搜寻资讯。第一个是均衡的饮食，然后我们要有规律的运动，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我们要定期做检查，因为预防胜于治疗。这些过程呢，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避免病毒的入侵，我们的身体就会健康，我们身体就会变好。那心跟灵的健康怎么办？心跟灵不健康的原因是什么？或许觉得心跟灵不健康的原因就是干扰心灵的杂讯太多了。怎么说呢？影响心跟灵啊，或许觉得最可怕的不是外在的资讯，是我们脑内对讯息的过度反应。外在的资讯其实不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是当我们的内在的意识接受了外在的资讯之后，我们开始产生情绪、偏见、恐惧、贪婪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杂讯，它会干扰我们的判断，让我们做出愚蠢的决定。所以理解杂讯的来源，正确的处理它，让心灵回归平静变得很重要。哦，这是后学的一个想法。那要如何去了解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充满了杂讯呢？哦，有一本书叫做脑神刚刚后学有讲到说，这本书是脑神经科学的《我的意识从何而来》哈。前面我们在视心里面啊，其实已经讨论过这个自传体意识。作者说啊，脑内的杂讯啊，就是来自于我们自传体意识不断的在思考，不断的在脑内讲故事给我们听。他一直在帮我们判断哦，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会让我开心，那个会让我难过，所以我应该要追求这个，放弃那个，这个等等等等的，一直声音一直在我们脑袋里面嗡嗡作响。哦，这个就是我们脑内的杂讯。那再请问，为什么我们大脑皮质里面的自传体意识，它会这么的抢戏啊？会一直要主动影响、干扰我们的情绪跟反应？那我们要怎么控制它、关掉它呢？这个部分啊，就要从进化论谈起。哦，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有一本书呢，它叫做《Why Buddhism is True》啊，这是英文直翻，叫做《为什么佛学是真的》。那中文书的名称啊，它叫做《令人神往的静坐开悟》，但后学比较喜欢英文的名称啊。那这本书呢，它的作者叫做罗伯特赖特啊 （Robert Wright），他在这本书里面就用什么角度来讲？他用进化论的角度来理解佛法为什么是真的。好，书里面就回答了刚刚为什么自传体意识会这么活跃的一个原因哦。为什么？因为第一，他说这是 DNA 为了我们生存所做的设置哦。各位想象一下，让我们回到几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呐、在非洲大草原上面生活，那自然选择也就是演化，它呢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基因的传递。哦，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个基因，这个基因它不会在乎你快乐不快乐哦，这个基因它只在乎你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并且把你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在这个逻辑之下，焦虑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生存优势。好，各位浅显，你们想象一下，现在有两只猴子，一只叫快乐猴，一只叫做焦虑猴。好，快乐猴它每天呢乐呵呵的过生活。好，那焦虑猴呢，它每天呢紧张兮兮的过生活。快乐猴，它每天就看风景，然后有一顿没一顿，它都很快乐，饿也没关系。但是
但是焦虑猴呢，它只要听到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它就会吓得跳起来。它总是觉得啊，好像危险就在它的身边。在肉弱强食的大自然丛林里面啊，我们可想而知，快乐猴很快就这样被狮子吃掉了，因为它没有危机意识。而焦虑猴啊，虽然过得很痛苦，可是它存活了下来，并且把这样的基因传给了下一代。所以各位浅显，我们要了解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都是焦虑猴的后代。这个情境啊，其实在现在残酷的职场生态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哦。如果我们每天很乐天的去上班，其实很快就被淘汰了。所以大部分在职场上努力工作的人啊，都充满着焦虑。后学说对不对？所以在演化论的角度看来啊，我们的大脑不是为了我们快乐而设计的，那是为了让我们生存而设计的。那快乐是什么？快乐是我们的 DNA， 我们的大脑拿来使我们完成基因传播的诱饵。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快乐总是短暂的，而焦虑呢，跟不满呢，它总是常态的。这在心理学叫做享乐适应，也叫做快乐适应。哦，快乐适应，它是在讲说，当我们追求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买一台车、买一间房子，或者是在职场上追求更高的职位、更高的薪水，哦，或者是我在这个社会族群里面要追求认同，你以为得到它，你就会永远快乐，但其实这种快乐啊，它只能维持很短暂的时间，冲高你的多巴胺水平，然后很快呢，它又会掉落下来到基准线，接着我们又会开始渴望下一个目标。为什么？因为如果满足感是永久的，如果快乐是永久的，那么我们的祖先在吃一顿饱饭之后，他就有一顿没一顿，他也没关系，停止觅食。再一次交配之后，他就停止繁衍了。那这种物种它早就灭绝了。所以为了让你不断的能够去奋斗，让我们不断的去竞争，让我们能够一直传递这个基因下去，延续这个物种，大自然在我们的大脑里面设定了一个程序，那就是快乐必须短暂，焦虑跟不满它必须常态。而且关于这两者，大脑还会选择什么？去追求短暂的快乐，并且去忽略常态的焦虑跟不满。这就是我们基因演化的特性哦。好，这是从进化心理学推论过来。那佛陀他真的很厉害，佛陀他在2500年前他就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说什么？诸受是苦。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悲观主义，觉得佛陀这个主张很消极。其实不是，这是对生物学机制最精准的描述，因为这个基因的设定也提供了自传体意识源源不绝的故事写作材料。这些故事就是一直在扰乱我们心灵，跟影响我们健康的什么的杂讯。还有一个东西，自我是杂讯的放大器。我们先来做一个假设实验哦。假设我们现在正走在路上，这时候手机响了，传过来的是一条简讯，我们没有看清楚内容，我们只以为这是一般的广告，你的心里面那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波动。但是当你拿起手机仔细一看，你发现是你的老公、老婆，是你的同事或是你的老板骂来一则指责你的讯息，而且骂得很难听，有一点带羞辱的意思。那一瞬间，我们是不是会心跳加速？血压升高，我们的愤怒值充满了大脑。这时候，请客观的注意，这世界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你的周围都没有变化，只是有一些电子信号在我们的手机荧幕上显示了一些点，显示了一些图案。如果你不懂这个语言，或者是你以为这是发给别人的广告，你根本就不会生气，对不对？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也带进去了。你觉得那就是在骂我，这个就是我，所以你就会有了这个痛苦的情绪产生。然后在这个宇宙当中啊，所有的事情它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比如说下大雷雨了，我们淋雨了，比如说开车的时候擦撞了，比如说有人讲话不好听了，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都是因缘聚合而成。但是我们在这个物理现象加一个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故事就产生了。故事一产生，痛苦就产生了。
庄子曾经提出一个空船理论啊，他说，你去想象一下，你在一片大雾中划船，然后呢，突然有一艘船它笔直的冲了过来，可是，在雾中你怎么大叫，怎么提醒，它都不理你，一直到这艘船撞上了你的船，你勃然大怒，破口大骂，你的愤怒指数又爆表了。但当雾气散去的时候，你发现那只是一艘空船，上面并没有人，它只是顺着水流冲过来的船而已。那一瞬间，你的愤怒就会消失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了那一个想要故意伤害你的对象，我们内在的小我找不到攻击的目标了，你的怒气就会消失了。佛法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本质上都是那一艘空船。那个冒犯你的同事，那个不打方向灯就超你车的司机，他们只是受限于他们的基因、环境跟当下的情绪，就像机器人一样做出反应。他们不是针对你设计的这个局，他们只是在因缘聚合之下，在演绎自己的情绪，但我们却把自我当成了主角，跟他们演起了一个激烈的对手戏。如果我们可以看清楚的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自我抽离出来，我们就自由了。哦，第二点，后续再讲一个纳瓦尔提出的一个公式哦，他说痛苦等于疼痛乘以抗拒。我们都知道，疼痛啊是生理层面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痛苦不是，痛苦是包含的心理。比如说，我们今天摔倒了，或者今天我们投资赔钱了，这些都是很客观的事实。哦，但是痛苦是心理层面的啊，哦，是因为我对这个事实有抗拒。比如说我摔倒了，我赔钱了，我感觉到痛，那只是纯粹的感觉哦。但如果我把自我给放进来，我的自传体意识又要开始写作文了哦。为什么是我？我怎么会那么倒霉？这个路怎么做的那么烂？那一个人怎么会害我赔钱？都是国家害我的，我要申请国赔。这时候我把生理上的痛转化成什么？转化成心理上面的苦，痛苦就因为这样产生了。哦，另外啊，在哲学方面呢，还有一个有关于自我的杂讯，我再分享两位学者的观察。第一个学者他叫沙特，他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沙特在早年写过一本书叫做《密室》哦。密室呢，他是在这个故事他是在描述有3个人呢，他发现他自己已经死了，然后身处于地狱之中，但是在这个地狱里面没有酷刑，没有审判官，没有恶魔在做惩罚，只有这3个人困在一间房间里面。这3个人就很纳闷啊，那这样怎么能够叫地狱呢？接下来这3个人就开始聊天啊，认识他们彼此啊。很快的，他们发现了一件事：当我说出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呢，另外2个人很快就会有意见哦，很快就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很可怕的是，别人的意见就会在我的脑袋里面挥之不去哦。然后呢，我会非常仰赖这些意见来理解我自己，我讲的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而且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会怎么想我。这样的我，自由立刻被限缩了，这样的我立刻变成别人意见的奴隶了。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有酷刑，你根本就不需要恶魔来惩罚你，因为另外那2个人的意见就已经是酷刑了。最后这3个人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人即是地狱。沙特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为什么他人会是地狱呢？因为自我，因为自我太在意别人的意见，因为太想控制别人在心里面怎么想我，结果我就被控制了。关于这一点啊，另外一个社会学家是美国的社会学家，他叫做查尔斯·库利啊，他在1902年就提出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他说：我不是我认为的自己，我也不是你认为的我。最后这一句是重点，就是说我是我认为你所认为的我。什么意思？听起来是不是很绕口？其实它很简单，它就是说，我觉得你一定认为我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要努力让自己符合这个想象出来的我，成为在别人眼中里的形象。我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是很现实，所以没有钱，别人就会看不起我，所以我就要努力去追求财富。我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以貌取人的，如果没有漂亮，别人就不会爱我，
所以我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更美、更漂亮。我要化妆，我要穿漂亮的衣服，我要做医美，这些都是自我对别人、对世界的什么想象？这些都是让心灵的杂讯越放越大，越来越不健康。在这个充满随机的宇宙里面，不管我们多么努力，不管外界怎么样，都总是在变化，总是会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把这个快乐建立在这些外在条件跟满足上，那我跟你说，注定就是痛苦的。我们注定就是痛苦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外在环境的所有变量。佛陀他所讲述的佛学，就是让我们可以克服生物学这个基因设定的学问。哦，就是这一本书教我们的东西。为什么佛学是真的？哦，他说佛学它就是可以协助我们去关掉这个基因的设定。哦，科学呢，它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痛苦，因为是基因的设定。而佛学呢，它提供了如何关闭这个设定的方法哦。那是什么？通过觉知和观察，让处于杂讯风暴中心里面的当局者变成这个事件的观察者。那怎么做呢？哦，后学这边提出了3个方法，让心灵健康的方法。第一个，终止输入成瘾；第二个，捕捉自己的意识；第三个，自我探究。那终止输入成瘾怎么做呢？透过无输入的活动来戒瘾。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我们大脑是一个从来没有关机、运行了几十年的电脑哦。这个电脑里面开了太多无名的 APP， 开了太多无名的程序软体哦。比如说过去很遗憾的事件，比如说我对未来的莫名焦虑，比如说我对房子、对车子、对外在一切的追求，这些程序全部都打开。这些程序打开之后，会让我们大脑怎样？负荷过重。那如何让大脑恢复平静呢？好，第一个做法就是终止它。或许要比如说了哈，我们在一开始有说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周遭，不要说观察周遭，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检查手机？上厕所的时候带手机，走路跑步要听音乐，听 podcast，吃饭的时候看短影音，甚至我们在睡觉之前还舍不得放下手机，一直滑到最后一条短影音什么的。我们到底是在害怕什么？我们是在害怕无聊吗？实际上我们是在害怕自己的大脑一旦停下来那些被我们压抑的焦虑跟纠结还有不安就会一一的浮现上来。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外界的讯息来填满自己的大脑，把自己的这些内在的声音盖过去。但是这是没有用的，就像屋子里面有臭味，我们不去做清洁打扫，还拼命的喷香水，这个臭味不但没有散去，而且还会发酵，还会更加的浓烈。所以第一步，我们建议每一周至少2次30分钟以上的走路或跑步，或者是我们做冥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什么都不要带，我们不要带手机，不要带音乐，不要听 podcast， 甚至也不要有同伴一起，就只有自己跟这个世界而已。一开始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难受跟无聊，手一定会在那边摸来摸去在找手机，大脑也会疯狂的寻找刺激，这些都是正常的，这就是在戒断的时候的反应。但请各位坚持下去，你就会慢慢的发现，我们的大脑会进入一种后台处理模式，那些平常被你忽略的想法，那些悬而未决的决策，那些平常你注意不到的大自然现象，会像气泡一样一个一个浮现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去评论跟判断，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什么，不要，我们就看着这些想法升起的时候，然后再看它破灭，我们会很惊讶，发现走完的这30分钟，我们解决掉的问题，比我们坐在在家里面苦思一整天都还要多。这个就是让我们听到自己的声音，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叫做捕捉自己的意识。要怎么捕捉自己的意识呢？我们刚刚有说到，进化心理学说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生存机器，为了快速的识别危险，它习惯给所有的人贴标签。这个人是对我有用的，会说好话，这个是自己人。
那一个人是讨厌的，非我族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四心在快速运作。每一次的评判都是在强化自我意识跟自传体意识的一个强度，在塑造我心里面的自我，都在制造对立跟分离。所以我们可以试试这一个东西哦。当我们走在路上，注意到一个人脑袋浮现的时候，这个人怎么穿成这样？或是我们看到一个人怎么这么粗鲁没礼貌？当你发现我们脑袋里面浮现这些种种不好的觉得哪些不对的念头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步骤叫做觉知步骤。觉知步骤怎么做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意识到我自己有这个念头，意识到我自己有在下评断、下判断的这个意识。第二步呢，我们要做抽离。抽离呢，不要去纠正这个念头，也不要去批评、压制自己，说我不应该这么想。因为当你在压制自己的时候，那只会增加多一层的评判。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对待自己。哇，我的大脑里面刚刚又运作了一段评判人家的念头，然后我们用旁观者的角度去把这个正在判断人家别人的那个思维给分开来，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正在评判别人，另外一个是观察那一个正在评判别人的你，你就会发现那个评判的那一个你瞬间就失去力量了，因为这个评判的念头不在你，它只是一个六根遇到六尘所产生的机械式反应。当你可以识别它，并且抽离的时候，我们就切断了这个痛苦的燃料，我们就切断了这个意识的燃料，这个念头它就会破掉了。这个就是让我们自己从当局者抽离到变成观察者。第三，自我探究。自我探究这个方法是来自于印度圣人拉玛那马哈西的方法他说所有的烦恼，它在语法上的结构上，语法的结构上都建立在我这个主词上面。比如说，我很生气，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觉得这样不好，我觉得我受委屈了。各位有没有发现，都有一个我？如果没有了这个主词，它后面的受词它就会失去支撑哦。所以当有一个很强烈的情绪起来，比如说愤怒、嫉妒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问我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因为当我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那么生气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又陷入到故事的剧情里面，我们会去找10000个理由来证明我生气是对的。所以我们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该问的问题是谁在生气？现在是谁在烦恼？现在是谁在痛苦？显然这个答案都是自己。那我们要紧接着问，那个自己是谁啊？这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试图给出一个答案，是冯启金在生气。冯启金只是一个上班族，冯启金是一个3个小孩子的爸，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这些都还不是终极答案哦。继续问下去，因为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小我的标签，都是社会上的一个标签，我们不断的要往里面去问，我们要试图去找寻到那个更真实的自己，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找不到。在那一刻，我们会发现大脑会因为找不到对象就宕机了，就像电脑宕机的时候，在荧幕上面无限循环的圈圈一样，显示找不到路径。就在这个宕机的瞬间，我们的思维会停下来，我们会瞥见一种没有我的纯粹觉知，那个就是开悟的缝隙。这也就是清净经教我们的功夫哦，诚其心，潜其欲的功夫。清净经说什么？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无，唯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欲岂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境。真常应物，真常德性。常应常静，常清净矣。这一段话就是在讲后学刚刚讲的这个自我探究，问自己对的问题。虽然这会很难坚持，但是哪怕那一瞬间，我们也可以看到真相，让那个痛苦暴躁的小我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苏东坡说什么？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
当我们看见河，你已经在河之外；当你看到山，你已经在山之外；当你看到情绪，你已经在情绪之外。你就是自己的观察者。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不是与它抗衡，而是接纳。当我们接纳了什么，就消失了什么；当我们对抗了什么，什么就存在着。看透它本身就是一种领悟，看淡本身是一种轻松，看开了就是一种快乐。我用真心对你，但不执着于你。所有的事物都是因缘而聚，因缘而散。就让我们活在缘分当中，而不要活在关系里面。最后后学的结论就是，有人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有人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是后学说健康不是幸福，健康不是财富，健康的目的是为了拥有自由，包含身体的自由，包含心灵的自由，并充满活力的去实现个人生命的价值。认识自己，追求本质很重要，但是我们更要关注当下自己的存在，不只有不只空，透过觉知和觉察来行动，成为身心灵都自由的人。以上是后学对身心灵健康论的分享。如果有错误不圆满的地方，还请各位浅显体谅包涵，并且不吝指正。以上感谢慈悲，谢谢。顶恩师，各位顶恩，各位前贤大德，大家晚安。今天非常感谢启清讲师呢，跟我们分享了身心灵的健康论。当然在讲到身心灵呢，也是我们道场呢一直在探讨的，也没有很棒，也没有有也没有人呢特别把身心灵这个题目呢拿来做讲题。当然，我们今天听了启经讲师跟我们分析了这么深入的身心灵，让我们可以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到身心灵对我们一个在修行者的过程当中，是真的要去认识的。因为我们往往只是认识在身跟心，很少接触到灵这个东西了。当然，透过讲师跟我们分享了，那这个灵呢，以佛家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活性，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的觉性，就是我们的本性，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本我。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讨这个自信呢？哈，就好像六祖在六祖坛经跟我们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住寂止；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嘛。我刚才讲师也跟我们讲了，在本性它是不动不摇、不动不摇、不生不灭的，本住记住的，本来就很清净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少去探讨到这里？因为我们如果在佛家的经典，它都会用心来表达嘛，所以我们往往都会认识到，我们原来有一个心，但是不知道说心呢是从哪里来的，心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以前呢，我们知道有七火，七火有一尊第三火叫做毗舍胡火，他跟我们说，假借四大以为身，就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体嘛。我们这个身体呢，本来就是地水火风，借着父父母把我们制造出来的一个肉体嘛。这个肉体就是地水火风嘛。地水火风嘛，它是把它组合成我们的一个身体嘛。所以我们的身体是
地水火风所凝聚的一个肉体而已嘛。但是他说啊，我们的心从哪里来的？心本就是从我们的灵性呢碰到一个境所产生的，所以他说心本无生，因境有，就是我们的自信本来很清净嘛，但是看到外面一个境，遇到一个境，我们的心就会产生出来，就好像刚才讲师跟我们比喻了很多，说，哎，我们碰到一艘在大雾中碰到一艘船撞过来的，而我们不晓得那艘船是什么样，就心就起了一个无明，起了一个执着，哦，因为碰到一个外境嘛。所以的你的心就产生出来了，从你的自信当中就产生出来了。所以从自信产生出来的有一个叫做真心，有一个叫做妄心。那么真心呢，就是跟我们的本心是一样的，但是往往我们都是被妄心在执着嘛。妄心就是刚才讲师说的。我们有一个第六识，第六识就是我们的意识心，也叫做我们的妄心嘛。所以，你为什么说我们碰到第六意识在妄心的时候呢？那六祖坛师、六祖大师呢，要我们把第六意识心呢转化成妙观察智。我们常常说的要转世成智嘛，所以在转世成智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把我们碰到那个妄心，你要有产生妙智慧来观察，才不会受到外境的一些干扰，然后你的真心才会显现出来嘛。而一般人如果没有去研究的话，碰到外境，他只会用妄心来做一个分别，他没有办法转化成妙观察智啊。所以他说：若无前进心亦无，就是我如果没有碰到一个外面的镜像，我的心本来就不会产生好跟坏、是跟非、对跟错，它就不会产生出来了。哦，所以呢，罪福如幻起一灭，罪福也是一样啊，它是如幻的，它是不真实的，它是一个幻化的，起来又灭掉，起来又灭掉一个东西而已啊。所以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对灵，因为我们的心嘛，我们从心衍生出来就是我们的六根嘛。六根它是起一个作用而已，六根起一个作用，然后再接触到六尘嘛，所以往往我们的心不是被六根跟我们干扰的，是被六尘跟我们在执着在干扰的，因为眼睛是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嘛，六根它是一个器具而已。但是它透过器具，就是眼睛，我们看到，我们眼睛说，我们时常喜欢看美的啊，看漂亮的啊，吃好吃的啊，眼睛它只是一个看的功用而已。但是接触到外境，它就变尘，尘就是我们说的灰尘嘛，越灰尘越愈卡愈高，愈卡愈高嘛。所以我们就会被尘所干扰我们的心，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转境。所以你第22组呢跟我们说，心随万境转，所以说我们的心呢，随着外面的环境的变化，我们的心也是跟着环境的变化在变化。因为随着外面的变化，因为我们所说的
一切法呢，都是为心所现，为事所变，就是在心事当中呢，才产生了外在的一切法，一切有为法，都是由我们的心跟事所产生的。所以转处时能有，就是当我们碰到了外境的时候，如果不好的，我们的心就是要转嘛。所以转念，或者是觉得说，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你要如何得到比较健康的身心灵，你就一定要学会转念嘛。所以转念或许的意识当中说，在修行当中呢，真的要学会转念。如果你不懂得转念的话，你可能在生活上你会碰到呢很多无奈的事，碰到很多你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转念呢，在我们修行当中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了。所以随流任得性，但是在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视自本心，就好像六祖跟我们说的，不是本心，邪法无益。我们那个心就是我们的本心，我们的自信，你一定要认得清清楚楚。一切外在的所有环境呢，不能受到它的干扰，你的自信才能够清净啊。如果你的心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你就会有分别，你就会有执着。那你要保持你的心灵的清净，就比较不容易了，所以呢，今天透过我们启经讲师跟我们很深入的去探讨的身心灵这一块，我觉得这个题目呢，对我们在修行当中呢，可以让我们加深，我们更深一层的去认识。当然，或者是觉得说，因为讲到身心灵呢，启经讲师可以去说一些我们过去的历代祖师呢，因为历代祖师也是对身跟自性呢有很深入的研究。因为他是大觉悟者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多多的去探讨，也可以拿一些祖师大德的一些记忆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可以在透过这样的分享当中呢，大家呢对这个身心灵呢，可以更深一层的去认识，可以更深一层的去了解。因为如果你没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你就没有办法回归认识自己。因为讲师在讲的课程当中，他也是在强调一定要认识自己。如果你不认识自己的话，你就跟人家两相对白，两相对白，你不知道在修行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或者觉得说，认识自己呢，比认识别人还重要嘛。在认识自己的当中呢，我们往往只会认识到身跟心，只有这个身心呢，我们就很难去了解，因为这个心呢，祖师大德的解释很多，但是真的要去深入的去了解很不容易嘛。就好像那个楞严经跟我们说的，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皆从悉从生，一切无法而不造。所以在刚才讲师跟我们说的，要照见五蕴皆空，在五蕴的当中，也是在跟我们说身跟心呐。五蕴的色受想行识嘛，色就是指外在的一切，就是我们的身嘛。是受想行识，它就是讲到心。但是我们
为什么要照见五蕴皆空？其实我们的身跟心呢，它都是不虚幻的，它都是一种原影像而已啊。所以在永嘉正道歌，他那个永嘉大师才跟我们说嘛，心是根，法是尘，两者犹如镜善痕嘛。净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旺性即真。这一句话跟我们讲到身心灵，身心灵三个东西，身跟心也是虚幻的，最实在的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本心，才是最重要的嘛。就好像刚才启清讲师也跟我们说，要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是我们原来的本来面目嘛。最重要的就是要回归这个。今天时间有限，又很不容易，我们可能检点专师有上来，可能要麻烦检点专师跟我们做一个决议也跟我们分享。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同舟领任各位前贤，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够听到启清在线上为我们讲解这个身心灵心性的那些关键的那种关系那因为或许刚从泰国跟我们水总副千人还有简太太呢来到了槟城，马来西亚槟城。那也下午大概6点多，将近7点才到。那刚好遇到已经要讲课，所以这一次呢，或许很荣幸能够聆听启清这么精辟的分析。那么启清所讲的课程里面呢，让或许有很深的感触我们一般对世间的一切的事物上来讲，大部分都是用感官上去判断在看法想法上来讲，都是以个人的主观意识然后去评论去断定。那城主启清晚上跟我们分享了说，凡是一切有我的状态出现的，那都不是绝对的真理在佛陀也告诉我们了，在四相之说的第一个相就是我相，有我相就有人相，有人相就有众生相，有众生相就有寿者相，所以一切都是由这个我而缘起的，所以有我，一切烦恼成缘就会相继而来。对一件事一个人看法当中，你不一定用你个人的主观意识去决定或者去判断。那透过修行关照之后呢，或许你可以体会的，能够更深入的去切入，能够用比较客观的那种角度呢去看一件事情。我想在这个论断上来讲呢，我们对人世种种因缘，才不会常常有一些不必要的那些困扰发现。那尤其我们在修办道同修之间呢，事实上呢，我们的这个交流心态的互动呢是非常的频繁，而且这种交流是属于一种，在或许感觉是属于一种比较高层次的心灵上的交汇。所以在更高的层次当中呢，如果说一个人没有把这个我执跟我见的看法去把它调和的话，往往会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形态去看对方，或者是去处理下一件你碰到的事情。启清给我的感觉，他很年轻，但是呢，他有一颗很慈悲善良的心，在慈悲善良当中呢，却又充满了活泼玲珑的智慧。他对很多事情呢，他都愿意花下很多思维、很多
心思呢去探究、去思考，所以他处理很多种种的因缘当中，在我们一概大家共同认为啦，他都处理的几乎把事情处理的都非常的圆融，而且面面俱到，不管从事项上，不管是从这个因缘上来讲，他考虑的总是会比一般人所考虑的会更多、更多元，更多方向。所以或许是觉得说，齐心很年轻，但是呢，他的思想很成熟，尤其能够在大都会台北这边拼搏，在这边生活，然后照顾孩子，又要兼顾事业，又要兼顾生活，还要去兼顾修道，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呢，今天晚上已经讲了这一堂课呢，给或许的这个感悟非常的深。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前贤也有这个同感。道学不管是在你的个人的修持上，要能够不断的去提升以外，但是在你的这个多元的智慧的广播当中呢，你也要提供给更多人有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去吸收，然后呢去判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教学相长。那晚上呢，因为时间也很有限我们副先人也刚好去洗澡现在可能在那个客厅这边等着我们要过去。那因为他的赖或许我跟他加不进去，所以他就很可惜错过了这一段。但是他有听前面那一段起因所论说的我们副先人对许欽也是非常的赞叹有加以此呢借着许欽的这样的高智慧的一种论述呢，希望我们在佛堂整个道学的那种 tempo 上能够不断的去提升，让道场呢能够未来呢更加能够和谐，更加的蓬勃发展。那或许简单的就跟各位报告一点点心得不足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贤大家多多的指导，也祝福各位前贤法喜充满，我们圣返如意，我们的大悟发展。谢谢各位，感恩。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就一起闭班，大众请起立，一起闭班，向无极拉姆行3鞠躬礼，全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父亲慈悲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感谢神领任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父亲慈悲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感谢神领任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好，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再见。晚安，拜拜。再见，好，谢谢，感恩，晚安，拜拜。欢迎有空来印度尼西亚，谢谢。